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鹿港的天后宫开放信徒点光明灯，其中一把放伫斗母边啊，比其他大3倍的斗手要50万块。讲是全国上贵的光明灯。庙方讲已经有人点去了，是一间营造公司的头家娘。讲这位头家娘已经小连续点10年了。 中华鹿港天后宫参拜信众有够侪，庙方开放点10年度的光明灯，其中这个挖斗母的斗手号称全国上贵的，点一档要开50万。这个斗手已经连续10档，拢共一个营造公司的姓郭头家娘点的。 他也得到妈祖的允诺跟斗母哈，然后3个醒杯，所以明年的部分的话，还是由我们的高信营建厂商。就是做了袂歹，花5块也好，或是50万也好，只要他的出发点是好，还蛮值得的。 上贵光明灯爱50万，放伫斗母的边仔，比其他大3倍，讲会使抵搁较济钱。大个连续跋3个想杯才会当点，其他放伫新岛顶这个财运行通斗200个，一个是8800块；对面这个合家平安斗有1000个，一个是3800。另外像顶条文昌甲光明灯，一个是800块。他就是连续2个礼拜都有梦见妈祖2次，然后他当然没有意会到，他就说他后来就觉得说想要回来，因为妈祖找。 营造公司的头家娘甲庙方讲，逐年点斗手就是要保庇事业兴通，甲亲人同事健康平安。因过今年业绩有够歹，花捌怀疑人生，后来拄到华联受到风台重伤，多有盈盈的骹手甲重器具会当加入救灾，伊就回报社会心情。公司嘛开始接到标案，所以讲新年度已经愿意开50万块继续点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